总统赖清德无公开行程，竟然是去红江压到。检方调查了后，发现一个负责维安的保六总队姓赵的警官，是涉嫌把总统的行程泄露出去，这阵已经去红绳了。本总队后续将配合特勤中心及检调单位侦办。那朝远遭羁押，本总队立即依《警察人员人事条例》第29条第1项第6款规定，予以该员停职处分。那并秉持勿枉勿纵，那依法就办的原则，彻查到底，绝不宽纵，展现净化团队的决心。保六总队表示，这个姓赵的警官平常时也是真正常，无违规的现象。这阵是已经去互收押停职，因为这件代志是牵涉到总统的安全，检方是当咧调查讲，这个人敢有去互中国收买去。平日啊，这宪兵日日应赢，才有算官兵，那是不是去互中国吸收，卖军事机密互中国，去互起诉？这阵在总统身躯边的警官，就牵涉泄露机密，国安问题引起关注。